本土乐团考秋琴日前在脸书上批韩国瑜找各方艺人代言的做法过于低俗，也曾被韩国瑜点名邀请当代言人的吴宗宪，今天16日被问到，无奈认为他们只是要博出头，还透露到高雄面试员工，底薪2万8，应征400多人竟只有100人报到，他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谈到本土乐团考秋琴，最近在脸书表示高雄人很可怜，韩国瑜为推动观光，找各种名人代言很低俗，成为各地笑柄。综艺天王吴宗宪也无奈。艺人吴宗宪，你真的觉得这样很俗吗？人家那个摊贩，每一个做生意做到昏倒，对不对？问他今天卖多少？不知道，我都晚上回家数钱才知道，这个是庶民的快乐吗？在高雄长大的吴宗宪，也将吸尘器副业驻点在高雄。年前到高雄面试400多个起薪2万8的职缺，居然只来100人。艺人吴宗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你看这种2万8底薪的工作，大家还要考虑对呀。喜的是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基本上他韩国瑜所有的政见都是 copy 我的，哈哈哈。连现在归习大法也来了，对不对？听我讲了几年了双语教育吗？这叫英雄所见略同。韩国瑜大年初3人在国外透过 LINE 群组 PO 出这张写着归习大法困到饱，睡到自然醒，休息后未来1年更加丰收的图。而宪哥早在2年前也不断的传递归习好处。话锋一转，又谈到最近华航机师的罢工新闻。艺人吴宗宪，你白天去罢工吗？晚上去长荣递履历吗？互相跑来跑去吗？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机制，但是不要让老百姓大家受苦了。高官领走太多莫名其妙的钱了。吴宗宪认为赚钱的华航1年就有几百亿，员工才是公司最大资产。综艺天王不止演艺事业出色，对时事话题也随时跟上。